咱来看这顶日啊，有2个台湾人伫咧南韩的空军基地航空展，看涉是非法翕美国的军事设备去互掠起来。这伫咧昨又阁有一个台湾人，哪像是摕手机啊翕南韩的国情院内底去互警方拘留。因为即阵台海局势是真紧张，各国拢加强戒备，所以讲到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若是出国要翕相的地点较敏感，就要注意，千万唔通去违反人的规定。5月7日，才发生2个台湾人涉嫌伫南韩乌山空军基地航空展非法翕美国的军事设备，互逮捕。而阁传出一个台湾的查甫人，疑似摕手机啊要翕南韩国情院的内部，互警方拘留。我国驻韩国代表处已于第一时间掌握当事人在韩国遭逮捕的情形，并提供必要协助。外交部呼吁国人在海外务必遵守当地国法令。外交部表示讲，案件已经入去到司法侦查的程序，会确保个人应该有的权益。最近定发生中国人家己入去美韩主要军事设施翕物件，互查到。7日的美军乌山空军基地航空展，就禁止中国和台湾等一寡特定国家地区的公民入去。专家分析，因为台海的局势真紧张，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都已经加严防范相关的渗透。不只是日本。韩国也发现说，甚至菲律宾也发现说，怎么好像有很多的陆籍的一些大学生不只是对基地军营甚至连那些菲律宾偏远的一些离岛，他们都有人去拍摄。专家提示讲，想要翕包括军事基地这基本设施，应该寻求合法申请的管道，譬如讲参加基地的开放，但是翕进前嘛要注意相关规定，避免去犯法。另外，最近抖音嘛传出疑似中国军队退役的军人穿迷彩服出现伫桃园机场。查甫人故意展出退役军人证和中国的护照，搁翕航警局大队的看板。陆委会已经掌握这个查甫人的身份，是对印尼来台湾转机的，无入境嘛无申请入台，未来会注记而且严审入台的申请。记者综合报道。